同大家講下蔡天鳳案件最新消息。2025年6月4日星期三，根據《星島日報》嘅報道，大字標題：蔡天鳳母就話抗價，奶粉都冇買過一罐，每月支付5至40萬照顧孫兒，話有錢咪錫咯。蔡天鳳嘅家姑涉嫌妨礙司法公正案，名媛蔡天鳳前年遭肢解碎屍，事後前夫鄺港智三父子被控謀殺罪。前家姑李瑞香就否認一項妨礙司法公正受審。蔡天鳳嘅媽媽張燕花6月3日續於區域法院作供，直言李瑞香全家都係阿女俾錢，李瑞香破產後負責照顧小孩，蔡天鳳向李瑞香支付薪金，每月金額由5萬至40萬元不等。李瑞香等人奶粉都冇買過一罐啊，講都唔相信啊，真係。張燕花呢就揚言啊，李瑞香等人對一對嘅孫呢，有錢咪錫咯，冇錢咪我哋照顧咯。話蔡天鳳啊嫁咗阿譚仔之後有錢就錫咯。咁啊，張燕花形容呢，仍然形容同李瑞香嘅關係好好，唔好就唔會成日攞嘢俾佢哋啦，咁話噶。咁見到李瑞香又向警員指出冇聯絡個仔，唔知個仔響邊度。咁啊，一頭白髮咁啦，咁戴住口罩。另外呢，蔡天鳳嘅媽媽張燕花呢就話啦，每月支付5萬元至40萬元去供養個孫嘅。案件啊，詳細情況啦。辯方大律師陳慕賢盤問之下，蔡天鳳嘅媽媽張燕花指出，蔡天鳳即係佢個女，前夫鄺港智以及生前伴侶譚方俊三人之間嘅關係係良好嘅。譚方俊甚至立蔡鄺兩名子女作為契子女。張燕花就直指譚方俊之父創立咗譚仔雲南米線，財政好好。相反，鄺港智、蔡天鳳喺2013年嘅婚宴禮金事宜，張燕花就指李瑞香即係鄺港智個媽媽，即係親家啦。佢話當時一講就冇錢，哦。佢話然而呢，細路仔都有啦，咁咪擺咯，即係已經嗰時已經有咗小朋友啊，有 BB 啦，未結婚。咁但係李瑞香1蚊都冇俾過。張燕花就否認李瑞香呢曾經喺財政上支持兩夫婦嘅，提到李瑞香曾經破產，聽聞就係由於佢自己炒股票賠本。辯方就反指李瑞香破產啊，只係因為時裝店生意失敗咁話嘅。好啦，咁啊細標題寫住不停叫我唔好講啊。張燕花就直言啦，10幾年嚟先後呢由自己同蔡天鳳呢係負責家庭嘅開支嘅。唉，講近年啦，李瑞香全家都係阿女俾錢啦。咁啊，即係家婆嘛，前家婆啊都係叫阿女養俾錢養咁嘅意思啦。李瑞香破產後就負責喺加多利山居所照顧啲小朋友。蔡天鳳就為佢呢，李瑞香呢支付薪金，金額不定嘅，每月最少5萬蚊港幣啦，有時真係10幾20萬咁俾咁話嘅喎。今日甚至呢曾經高達40萬元。佢話啲小朋友開支，嗰啲工人啊家用嘅薪金、膳食開支，再另外計算。李瑞香等人啊奶粉啊都冇買過一罐啊，直至兩人呢離婚為止，飯佢哋都冇請過我食一餐咁話嘅。張燕花就揚言，李瑞香等人對一對嘅孫有錢咪錫咯，冇錢咪我哋照顧咯。就話蔡天鳳嫁咗譚仔之後有錢就錫啦，咁話啦。好啦，咁啊張燕花呢，即係蔡天鳳嘅媽媽，就憶述呢前年
前年啊，即係今年25、24，即前年即係2023年2月23日案發嘅時候啦。咁就話被告李瑞香呢，不停叫我唔好講，乜嘢都唔好講。然而呢，自己就認為個女唔見咗，我一定會配合警方㗎。咁啊，張艷花呢就直指當時呢鄺家全家都冇一個關心嗰種啊。李瑞香就話：你咁快報警啊，真係會撕票㗎。咁啊，大佬即係鄺港傑啦，即係鄺港智嘅大佬啊，鄺港傑就話飲醉酒，聽日返嚟㗎啦。然而呢，當呢佢再問嘅時候呢，鄺港傑就曾接到蔡天鳳去到邊度，咁就話鄺港傑呢就話大埔嗰條街唔記得咗啦。張艷花呢於是乎就起咗疑心啦。唉，咁啊揾女啊嘛，見到佢哋好似好冷淡咁，係咪？咁好啦，警員吳文海以及陳偉德三人憶述喺2017年3月10日，奉命前往將軍澳尚德邨某單位搜尋通緝人士鄺港智，即係嗰陣時佢已經被通緝㗎啦。當日被告李瑞香即係佢阿媽應門後回應指冇聯絡個仔喎，唔知個仔去咗邊度喎。咁三人就吩咐對方嗱，將來啊，如果你見到鄺港智呢，需要通知警方㗎，咁話嘅。好啦，咁啊警長呢，吳俊浩作供嘅時候就指啊，佢話前年隸屬西九龍失蹤人口調查組時，2月22日午夜接獲蔡天鳳伴侶譚方俊。點解佢咁伴侶呢？因為佢哋冇正式結婚，佢哋唔係假結婚嘅，即係中式嗰啲咁，所以只係叫佢做 partner 伴侶啊。話譚方俊同張艷花報警指呢蔡天鳳失蹤。咁呢一個嘅警長呢，伍俊浩隨即就展開調查。伍俊浩就透過蔡天鳳嘅司機鄺港智取得咗李瑞香嘅聯絡電話，即係透過蔡天鳳嘅，佢唔係叫叔仔嘅，佢叫佢伯父係嘛，即係佢前夫嘅大佬，咁啊攞佢奶奶個電話咁嘅意思啦。呢個時候呢，同時呢3度致電，兩個人早上近10時通電話約19分鐘，5里啊，5里意思就伍俊浩警長伍俊浩同李瑞香5里嘅意思下，早上近10點通電話約19分鐘，期間警長伍俊浩就要求見面家訪，但係遭受到拒絕。至於李瑞香就話要湊小朋友，好忙啊，真係冇得見啦。警長伍俊浩就憶述，過咗午後再通電話，大約9分鐘，問及蔡天鳳同前夫鄺港智感情嘅狀況，李瑞香就表明唔想講。咁呢就伍俊浩呢就索取鄺港智聯絡電話。李瑞香就先指鄺港智呢就用好多唔同電話打俾佢，追問下呢又拒絕提供，話唔想話俾你聽。伍俊浩呢就形容李瑞香呢好唔合作配合調查，唔係好合作幫手揾人嘅人咯，咁話嘅。2017年，吳文海、陳偉德跟住警長伍俊浩呢就講前年隸屬喺西九龍失蹤人口調查組2月22日午夜接獲蔡天鳳伴侶譚方俊同張艷花通報，話蔡天鳳失蹤，於是乎就隨即展開調查嘅。咁呢，伍俊浩就交代當時呢就得知蔡天鳳與人無仇啦，無仇無冤。同日嘅下午5時，佢最後一次致電。咁呢，通過16分鐘。伍俊浩就要求見面，李瑞香多次都拒絕，就話好忙啊，要湊仔啊，好攰啊。期間呢，鄺港傑就接過話筒，即係佢嘅大仔，就接到話筒，就連番要求下，終相約第二日中午喺加多利山住所係會面嘅。
咁呢個案件呢，最主要就係講啦，蔡天鳳嘅家姑涉嫌妨礙司法公正案噶。